如果你成日覺得做嘢好亂，資料好多，要處理嘅 project 好多，其實你唔一定要用好複雜嘅系統。今日我會講5個每日都會用嘅免費工具，全部都係香港人超啱用嘅生產力神器。大家好，我係 Anthony，呢個頻道專門係用廣東話講最實用嘅生產力工具，令香港學生、小生意同內容創作者可以快10倍咁做嘢。Notion 係我嘅核心系統，基本上所有嘢都會放喺入面，讀書、工作、project、ideas、客戶資料、學生資料，全部一個搞掂。尤其 Notion update 咗3.0之後，佢而家有一個 AI feature，你係可以直接同 Notion 入邊嘅 AI 傾偈去揾你需要嘅資料，而且你可以叫佢 brainstorm ideas，就好似 ChatGPT 咁，會 generate 啲嘢俾你。另外一個我覺得幾好用嘅 features 就係 Fill with AI。當你有一個 table，然後你某啲好 repetitive 嘅 field 要去用人手填寫，或者係每一個receipt 有個10月呢個字喺入邊嘅，咁個 related month 係要改做10月，呢啲都可以用 Fill with AI 嘅 function 去做到。呢個係我自己嘅一個 productivity OS，一個自己寫俾自己嘅 homepage，去令到自己更加每日 motivate。因為我想買呢架車，所以我每日就要努力咁做嘢。如果你係一個學生，你要去申請 PhD 博士，咁當然就有好多唔同嘅 lab 你要去 apply，而且佢哋係處於唔同嘅 status 啦。咁呢個你都可以攞嚟 track 每一樣application 嘅進度。咁通常你揾工啊、揾 internship 啊、報大學啊等等呢啲都係非常之啱用。而 Notion 佢自己都會有一個 homepage 入邊，佢會 show 俾你睇你最 recently visit 嘅 page 係啲咩啦，或者係你 upcoming 嘅 events 啦，同埋你 assign 俾自己嘅 task 都可以喺呢個 homepage 度睇。下一個要介紹嘅工具係任務管理工具 Arkiflow，專門可以令你專注做事嘅任務管理工具。咁呢個 calendar app 係非常之強大，佢主要有3個功能：Inbox Zero 確保你嘅任務保持整潔同埋清晰；Focus Mode 幫助你專注最重要嘅工作，同埋每日嘅 To-Day View 提供清晰嘅每日任務概覽，易於管理。呢個就係我自己本人用 Arkiflow 去 manage 我每一日嘅工作啦，包括我嘅實驗啦，同埋我要去嘅 events 係超級好用。下一個要講嘅工具係 Beehive，一個超易上手嘅 newsletter 工具。佢係一個 newsletter 嘅編輯器，一個 editor 可以俾你好輕鬆就可以 edit 你嘅 newsletter，而且有好強大嘅 design 功能。第二個功能亦都非常之啱用，亦都好 powerful 嘅就係 audience 嘅管理同埋 segmentation。佢可以將你嘅subscribers 嘅 list 分成唔同嘅 list 去做一啲好 targeting 嘅 newsletter。第三個係一個analytics 嘅功能，令到你可以睇到你嘅 newsletter 嘅 performance 啦，同埋做唔同嘅數據分析，去令到你揾最適合你嘅 niche 同埋你嘅 newsletter design。第四個有一個排程發送嘅功能，一個 scheduling 嘅 newsletter 功能啦，令到你咧可以喺一日嘅時間入邊就做晒可能1個月嘅 newsletter，然後揾最啱嘅時機送俾你嘅 subscribers。而呢個 Beehive 嘅 newsletter platform 係好適合新手創作者使用，非常之低門檻，而且係可以免費俾你去使用嘅。而呢度冇講到嘅一個功能就係佢可以用 AI 幫你 create 一個 website 作為一個 newsletter 嘅 homepage。而呢個係我自己用Beehive 呢個 newsletter create 嘅一個 account 啦，一個關於PhD Biotech Science Entrepreneurship 嘅一個 newsletter。咁我係喺2023年開始去試用啦，跟住咧到最近2025年咧有42蚊美金嘅收入。咁可能你可以睇到啦，我透過每一個星期都有 send 呢個唔同嘅newsletter，8月4號、7號、10號、13號、16號嘅 newsletter 入邊，每一個 newsletter 我都有一啲廣告。咁唔係每一個廣告都有人去 click 啦，但係當有人去 click 嘅廣告咧係有3蚊美金嘅 earnings，然後個 payment day 係9月20號。入邊嘅廣告咧，你嘅 newsletter 入邊嘅廣告大概就係咁嘅樣，就係 in partnership with 一啲公司啦。咁你就可以自己透過啱啱講嘅嗰個 newsletter editor 咧，去加呢啲公司入去，你係有得揀嘅。Basically 每星期日咧嘅晏晝，佢都會 send 一啲 potential 嘅advertisers 啦，睇你願唔願意去賣佢哋嘅廣告喺你嘅 newsletter 上面。下一個要講嘅工具係
做內容寫作嘅同學咧非常之啱用嘅，叫做 Typefully。呢個係一個內容寫作工具專家，入邊有啲咩功能呢？ First of all 就有一個 editor 啦，你可以見到，你可以左邊有個 draft 啦，你可以 draft 唔同嘅內容，跟住咧為唔同嘅 platform，你可以見到呢個 icon。然後你會見到你可以選擇 publish 或者 schedule 或者 auto retweet、auto plug、auto DM。喺唔同嘅 platform 入邊咧，你都可以去 fine tune 嘅每一個 post 嗰度。咁包括 X 啦、LinkedIn 啦、Mastodon、Threads 同埋 Typefully 自己嘅 platform 咧，你都可以選擇去做 publish 嘅。然後佢一個 calendar view 對於每日都可能要 post 4次5次你 run 緊一啲比較大嘅content creator 嘅 account 嘅話咧，呢個 calendar view 係非常之啱用，尤其係 weekly view 或者 monthly view 可以俾你睇到邊一日係有一個 empty slot，你係可以 create 一個 draft 嘅。而佢最強大嘅地方就係一個 analytics 嘅 tab，佢係幫你 track 你喺 X 上面嘅 post 嘅 performance 啦，包括你嘅 impressions 有冇 profile click 同埋 followers 嘅 increase 等等。Typefully 咧都係非常之強大，尤其係想喺 Threads、X、LinkedIn、Mastodon 呢啲 platform 同時 run 唔同嘅 content 或者係一樣嘅 content 嘅同學仔咧，呢個 platform 呢個 tool 就係 all in one，你就可以即刻用到啦。最後一個我想講嘅工具就係 Tally 係比 Google Form 靚10倍，最重要係免費又好快用，打字就可以出一個 form 嘅 question 啦，就好似 Notion 咁，而且咧佢可以 export CSV，亦都有一鍵 QR code 呢啲功能，你可以做付款嘅表單啦、報名表、下單表，全部都係免費，啱補習、收生、小生意落單、活動報名、學生交功課，全部都啱用。呢5個工具我就真係每日都用緊。如果你覺得生活係需要整理，工作係要快啲做完，做 content 嘅想一條龍搞掂，呢5個工具真係可以幫到你好多。如果你想我拍 Notion 進階教學、Archiflow time blocking、Beehive newsletter 嘅 setup 或者 Tally 自動化嘅 workflow，留言話我知，記得 like、subscribe 同 share 俾朋友啦。我哋下一條片見。